當你以為只剩自己一人，在人生的曠野遇見神。創世記28章10至22。雅各離開別是巴，往哈蘭去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因為已經日落，就在那裏過夜。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，就躺在那地方。他做夢，看哪，一個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頂端直伸到天。看哪，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。看哪，耶和華站在梯子上面，說：我是耶和華你祖父亞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。你現在躺臥之地，我要將他賜給你和你的後裔。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，必向東西南北開展。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。看哪，我必與你同在，無論你往哪裏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領你歸回這地。我總不離棄你，直到我實現了對你所說的話。雅各睡醒了，說：耶和華真的在這裏，我竟不知道。他就懼怕，說：這地方何等可畏！這不是別的，是上帝的殿，是天的門。雅各清早起來，拿起枕在頭下的石頭，立作柱子，澆油在上面。他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許願說：上帝若與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給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親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上帝。我所立為柱子的這塊石頭必作上帝的殿。凡你所賜給我的，我必將1/10獻給你。歡迎來到今天的靈修時間。你有沒有經歷過人生的過渡期？也許是剛換了一份工作，正感到適應不良；也許是搬到一個陌生的城市，身邊沒有熟悉的朋友；又或是正處在一段關係破裂後的空窗期。在這些時刻，我們最常感覺到的是孤單和對未來的不確定。今天我們要讀的經文，主角是雅各。這時候的雅各不是那個衣錦還鄉的族長，而是一個正在逃命的年輕人。他欺騙了哥哥以掃，不得不離開溫暖的家鄉別是巴，獨自一人走向未知的哈蘭。讓我們一起走進雅各的這個夜晚，看看神是如何在我們感到最孤單的時候介入我們的生命。經文第10到11節，聖經用一種非常冷靜、客觀的口吻描述雅各的處境。雅各出了別是巴，向哈蘭走去。當太陽落下，夜幕低垂，雅各來到了一個地方。聖經3次提到那地方，暗示這原本只是一個無名之處，沒有人煙，沒有民宿。雅各被逼露宿在星空之下。經文說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。根據參考的資料，這裡的原文也可以理解為將石頭放在頭的周圍。這不僅是為了解決睡覺的問題，更是為了保護在野外防備野獸或敵人的襲擊。試想一下這個畫面，一個離家出走的年輕人，在漆黑的荒野裡，四周堆着冷冰冰的石頭。這時候的他，心裡充滿了恐懼、羞愧和孤單。他以為自己與世隔絕了，甚至可能覺得自己遠離了神的祝福。但就在這個看似被遺棄的夜晚，神主動打破了沉默。第12節描述了那個著名的夢，一個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頭頂着天。這是一個極具震撼力的畫面。梯子連結了天與地，這告訴雅各，即使在他躺臥的這塊荒涼土地上，天並沒有向他關閉。夢中還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。解經家告訴我們一個很美的解釋，這象徵着天使的換班。這意味着負責在迦南地守護他的天使雖然完成了任務，但負責在異鄉保護他的天使正要下來接手。這給了雅各，也給了我們極大的安慰。無論我們去到哪裏，神的護衛從不間斷。接着，耶和華神站在梯子之上，向雅各說話。神沒有責備雅各的欺騙，反而重申了給亞伯拉罕的應許。在第15節，神說了一句最關鍵的話：我也與你同在，你無論往哪裏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領你歸回這地，總不離棄你。這就是恩典。雅各只是一無所有，甚至因為自己的罪而逃亡，但神卻主動承諾：我會陪你走這趟旅程，
直到我對你的應許全部實現。神不是因為雅各表現好才與他同在，而是因為神是信實的。第16節說，雅各睡醒了。這次的醒來，不只是身體的蘇醒，更是靈魂的蘇醒。他驚嘆道：耶和華真在這裏，我竟不知道。這句話是否也觸動了你的心？多少時候，神就在我們的處境中，就在我們的困難裏，但因為我們的焦慮和恐懼，我們竟不知道。雅各隨後的反應充滿了敬畏，他把那塊原本用來保護或當枕頭的石頭立起來，澆上油。這塊石頭不再只是冰冷的防衛工具，它變成了伯特利，神的殿，神同在的記號。最後，雅各許了一個願。有些人覺得雅各在跟神談條件，如果神給我吃的穿的，我就以他為神。但更準確的理解是，這是一個信心的回應。雅各是在揸住神剛剛給他的應許，他是在說，既然神你應許了會保護我、供應我、帶我回家，那麼我就認定你是我的神，我願意將我的一生和所得獻給你。這是建立關係的開始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今天這段經文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？也許你現在正處於人生的曠野，覺得四周只有冰冷的石頭，覺得神離你很遠。但雅各的故事告訴我們，神的同在往往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顯明。神不是只在教會的聚會中，他也在你孤單的臥室裏，在你充滿壓力的辦公室裏，在你對未來感到茫然的旅途中。他有梯子通向你的所在之處，他差派天使看顧你，並應許說：我必不離棄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。讓我們一起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謝謝你，因為你是看顧孤獨者的神。當我們覺得被世界遺棄，或對未來充滿恐懼時，求你開我們的眼睛，像開雅各的眼睛一樣，讓我們看見你的梯子，看見你的使者，更聽見你說我必與你同在，幫助我們在困境中依然能築壇獻祭，揸住你的應許，勇敢前行。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